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甘愿徛在死，毋愿跪在活。现此时咱生活伫咧自由民主的社会，毋过敢知影咱的自由民主是真侪先辈用伊的青春，甚至牺牲伊的性命换来的。过去的独裁政府为着要压制无共意见的声音，用各种的名义来掠人治罪，要互无共款的声音消失伫社会。伫228事件甲白色恐怖的受难者，有侪人伫伊要互枪杀的时阵，面带笑容，因为伊知影伊是为着台湾的自由甲民主，伊无做毋着啥物代志，无需要屈服。这种甘愿徛在死，毋愿跪在活的精神，互咱真钦佩。毋望一天，咱台湾会当出头天，来安慰付出生命的先辈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